太鲁阁族教育小学课程架构图，以彩虹之子嘎雅为核心概念发展民主课程，分为3大主轴、6类内涵、9个主题及27项子项目，融合太鲁阁族文化知识与绿能，以太鲁阁族嘎雅为核心，创造校园价值。本校课程寻求多元的学习空间，营造快乐、适性及符合的教学环境，构筑民族及国际学习环境。课程方案设计要融入太鲁阁族嘎雅，培养学童良善品德，形塑互助合作关怀的团体氛围，进而展现作为未来公民的社会行动力。我们希望孩子能借由课程成为一位真正的太鲁阁族人，只有遵守嘎雅，才能成为一位完整真正的太鲁阁族人。